在地新闻镜头来花莲一间在地老牌做的建商因卖有受厝，不过即马若亲像是发生债务的纠纷，因是甲真伤心的提钱走路，甚至阁风声讲一间厝卖互几若人，即马受害者是惊因无地求赔偿。 有民众买花莲较有名的老牌子建商的有售厝，付头款啊，但过要交厝时阵才发现厝已经互人查封，无法度过户。原来建商敢若是债务的问题，钱款的落跑，社区总共60户，14户已经过户，剩下46户卡掉的。在过户的阶段就告知查封了，那也没办法再进行过户了。这样，建商落跑了后，一寡工程的包厢摕无钱，就甲一寡已经装好的设备拆来抵消。 所以有一个人厝已经过户啊，也无法度入去住。去年的9月来看这个房子，那看了之后，我们就跟他签合约，但是太极建设竟然没有履约保证。这个建商伫咧当地不只有名，过去也捌杀真侪件案，因为介绍较俗，卖甲真好。受害者老先生就因为信任这个建商，无甲伊签旅游保证。 建商也只敢拿回一张有售厝的红单，即马建商落跑，钱可能摕袂大。花莲县消保官李辉讲，即马已经接到23件投诉，会主动开说明会，和消费者了解家己的权利。特别要注意签约的当下，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机制？譬如说履保，或者是信托，或者是同业互保。 房仲业者提醒民众，买有售厝一定要看好详细，若是公家互保就较细腻，也要注意建商以前的背景甲经历。你若透过旅游保证或者是信托，经过银行做第三方的把关，才会当较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